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5月19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5篇，以斯列记第9章5到15节，约翰福音16章16到24节。今仔日的主题是奉什么人的名祈祷，还是讲奉什么人的名啦吼？咱知影伫教会发展的中间，有的人无相信三一上帝的论点，因讲圣经也无三一 Trinity 这个字啦吼。也有人讲基督徒只有读新约圣经就好啊，因为因主张讲旧约的圣经是互犹太教的。这种的讲法忽略着基督救恩的有限性。救恩的一贯性对旧约甲新约，有人支持旧约的有限，所以因坚决讲着拢一定要读旧约的圣经安尼啦新约只不过是一个拯救启示的应验尔定啦这种的主张完全忽略着耶稣基督救恩的重要性也有人讲现代是这个圣神的时代，所以只要圣神来祈祷就好啊。但是咱袂记得圣神毋是新约就开始，伫创世纪其实圣神就甲上帝做伙同工，这是无有这种三一概念的主张的想法。有人坚持只有会当相信三一上帝，所以祈祷就爱奉三一上帝的名祈祷。这忽略耶稣基督所讲的“爸找我来”，也是讲以及讲若无藉着我，无人会当到爸遐去迄个教导。如果咱讲东方四那这个宗派是因咧讲这个基督在世是女的这个是一个异端。那安尼头前所讲这个基本的论点，也已经大大偏离基督教信仰的基础。真地宗教拢会祈祷啦前一阵咱知影华航的印尼的机师就违反迄个防疫的规定，去到台北市的清真寺伫遐就为着要甲因的阿拉来祈祷。拜佛的人嘛会伫遐念，来讲伫遐咧祈祷。民间宗教的人也会祈求。虽然伫形式上甲基督教有真济真大的无共款伫祈祷的方面，但是对因来讲，这拢是祈祷。基督教的祈祷有啥物无共款？除了咱咧讲这个咱所相信的上帝是真神以外，伫个祈祷中间上大的差异伫倒位？当然，就是祈祷的开始，咱会讲阮伫天里的爸，这是耶稣基督的教导啦伫上老尾，咱嘛会讲祈祷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基督徒祈祷袂当奉圣神的名求，也毋是圣神的祈祷。咱若毋是耶稣基督来祈祷，虽然咱领受耶稣基督圣神的洗。耶稣基督有几若摆讲明祈祷是爸来祈祷，这牧师要举两个例啦第一个例就是伫主祷文中间，伊安尼教示咱祈祷，伊讲阮伫天里的爸。耶稣伫马太福音第6章嘛明白来讲着，伊讲恁伫祈祷的时阵，着爱进入伫迄个内室，甲门关起来，祈祷。这个暗中的爸来祈祷，你的爸伫暗中就要来看，一定会应答你。这是两个角度。既然天父祈祷，咱就应该奉什么人的名来祈祷呢？约翰福音14章第6节到第7节，安尼讲我就是道路、真理、活命。若无藉着我，无有人会当去到爸遐去。恁若捌我，就要认捌我的爸。对答了后，恁认捌伊，
并且已经看见伊啦吼。所以咱是借着耶稣的名，才会当进入伫白遐去。祈祷当然嘛是安尼啊吼。伫今仔日的经文是第3个角度咧讲到奉耶稣基督的名啦吼。来咱的爸来祈祷啦。伫约翰福音16章23节到24节，耶稣安尼讲到迄日，恁什么就无问我实实在在甲恁讲，恁若爸求什么，伊要因为我的名赏赐互恁。恁将来捌奉我的名求什么，当恁求就要得到，叫恁会欢喜，通得到满足。所以咱真清楚，耶稣基督甲咱提醒，咱的祈祷的对象是爸，咱所奉的名是耶稣基督的名。不但安尼，咱若看见彼得伫使徒行传第4章12节，伊伫遐咧见证搁活的基督的时阵，伊安尼讲：除了伊以外，无有别个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无有赏赐别个名，互咱通活靠来得到救的。其实伫旧约嘛有类似的记载。伫以赛亚书43章、44章、45章拢有安尼的记载，伫遐拢讲除我以外，除我以外，除了基督以外，除了主的救恩以外，无有别个名。所以咱若无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祈祷，基本上这都无下伫圣经的教示。伫今仔日的经文耶稣嘛讲真清楚，恁若奉我的名爸来求，伊就要来赏赐互恁。咱若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的时阵，咱就毋知影咱是什么人来祈祷啊。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5月19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5篇，以斯拉记第9章5到15节，约翰福音16章16到24节。今天的主题是奉谁的名祷告。有些人不相信三一上帝的论点，他们说在圣经找不到三一这个字 Trinity。 更有人说基督徒只要读新约圣经就好了，因为我们相信基督嘛。他们主张旧约的圣经是给犹太教的，这忽略了基督救恩的预言性跟救恩的一贯性，就是说旧约预言，新约实践。有人支持旧约的预言，因此坚决不管怎么样一定要读旧约，新约只是旧约拯救启示的应验。这样的主张完全忽略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刚刚讲的旧约预言嘛，那基督的救恩是在新约实践的。有人说现在是圣灵的时代，所以我们只要求圣灵，向圣灵祷告。但是我们忘记了，这样说这样话的人，他们忘记了圣灵的工作不是新约才开始。虽然在使徒行传2章圣灵降临节，从上帝在开始创世纪的时候，圣灵就跟上帝一起做工了。这样的说法的人是没有三一概念的这样的主张。有人坚持，既然我们讲三一上帝，所以我们祷告就奉三一上帝的名求。可是这忽略了主耶稣说的父差遣我，还有另外一个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这样的教导。
如果我们说现代的那个东方闪电的这种基督在世是一个女的，这个是一个异端的时候，那么前述的几种的论点，基本上也是大大的偏离了基督教信仰的基础。其实我们如果去看各种宗教，都提到祷告。前一阵子华航的印尼机师，他违反了防疫的规定，在第4天他就前往了台北的清真寺。他到清真寺去，目的就是为了要在斋戒月的时候去向阿拉来祷告。拜佛的人也会祈求，民间宗教的人也会祈求。即便是我们说形式上跟基督教有非常大的不同之外，那他们都称为那是一个祈祷、祷告。基督教的祷告有什么不一样？跟其他的宗教，除了我们说我们所信的上帝是真神，我们向真神祷告以外，在祷告上有什么较大的差异呢？牧师这边举了2个，一个是祷告的开始。耶稣基督在教导我们的主祷文的时候，告诉我们说要这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那在最后面的时候，我们会说，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基督徒祷告不能奉圣灵的名求，也不像是圣灵祷告的。我们不是向耶稣基督祷告的，但是却领受耶稣基督圣灵的喜。耶稣基督好几次说明了祷告是向父祷告。牧师在今天的分享当中举2个例子，加上今天的经文3个，我们来看耶稣怎么教导。在主祷文里面，我们刚刚已经提过了，他这样教导我们祷告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是向父上帝祷告。另外，耶稣在马太福音第6章的地方，他明白的提到，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入你们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们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既然向天父祷告，那么我们要奉谁的名祷告呢？我们用约翰福音14章第6到第7节的经文来思想。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才能进入到父那里去。祷告也是一样祷告也是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今天的经文，耶稣基督在这个约翰福音16章23到24节非常明白的这样说，到那日你们什么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得以满足。不但如此，彼得在见证复活基督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第4章12节的记载，他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其实类似的经文在旧约就已经有了，我们可以看以赛亚书43章、44章或是45章，都提到了除了我以外，除了基督以外，除了上帝的以外，没有赐下其他的拯救，没有赐下其他的应许。所以我们祷告若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话，那我们真不知道我们是向谁祷告的。所以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这是非常清楚的，这是基督教的祷告之所以不一样的地方。